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神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涌流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神灵的江河自由涌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神灵，我们爱你。大家平安，今天我们来读129篇。以色列啊，你说，从你幼年以来，仇敌怎样破坏你？从我幼年到现在，仇敌残酷地破坏我，但他们没有胜过我，他们在我背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，像农夫挖了一条又深又长的犁沟。但是上主公义，他从奴役中把我释放出来，愿那些憎恨喜安的人都蒙羞败退，愿他们像长在屋顶上的草，还没有长大就枯干了，没有人要去收割，因为捆起来不够一把。没有一个路过的人会说，愿上主赐福给你，我们奉上主的名祝福你。第129篇1到8节，从第4节中看出他从奴役中把我释放出来，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此诗篇乃是从巴比伦释放回来的后的作品，和第124篇很相似。第1节，从你幼年以来，仇敌怎样破坏你？这里所谓的幼年以来，指的是早年祖先在埃及所受的苦的意思。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仇敌能够毁灭消灭他们，是因为有上帝作为他们的依靠的缘故。诗人回想以色列人过去所受的痛苦，并怎样得到神的帮助，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压迫，从巴比伦被掳归回，现在追溯过去的历史，不禁痛恨仇敌，故对敌人做无情的反击，向神吐露心愿，深信破坏以色列的仇敌终必失败。这是一篇信靠的诗篇，相信神必不让敌人得势，恶人必衰败，一人必兴旺，所以神的选民有永久的大盼望。本诗篇上半段描述的仇敌破坏以色列百姓的历史，恶人的猖獗，残忍到极，这种苦毒破坏如同狐狸的在背上狐狸而根的犁沟甚长。昔年耶稣基督受鞭打之苦的破坏，我们可想而知。狐狸奴役之苦，本段在论选民过去的受苦的事实。以色列民族从幼至今多灾多难，饱受敌人的压迫。400年曾做埃及人的奴隶，从年轻时
在埃及的开始，他们就一直受到仇敌的逼迫。埃及人、迦南人、非利士人、巴比伦人、波斯人及其他很多的民族。然而这些仇敌都不能真正的击垮他们。诗人把这些仇敌比喻为狐狸耕种的人，在以色列疲惫的脊背上狐狸而耕。然而上帝是公义的，他拯救了以色列。第二节，诗人宣称，敌人屡次的苦害我，却没有胜过我。以色列尝过70年流落异邦的苦楚，但我们神恩的复国，这是历史的奇迹。主耶稣曾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有平安。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。房顶上草枯干。第二段是论仇敌受罚，诗人为将来祷告，他愿凡以神的教会为敌的都蒙羞败退，这是将来的果报，是照着神的旨意和计划祈求的。诗人盼望这些敌人都像墙头屋顶的草，没有根基和泥土，很快便枯干，必不持久，必无善终。诚然没有收割，也没有福气可享，将来必受基督所施行的审判。本来我们知道草应该是长在地上或低洼的土地上，也就是在低的土地，可是这里他却高抬自己到屋顶上去，高抬自己，而且高过任何人，要爬到每一件事的上面，他要超越一切。但是这种高举自己反成为他灭亡的机会。什么时候他达到最高的荣耀与尊荣，什么时候他就要悲惨的崩溃和灭亡。但如果想要自高自大，就要枯干，并要归于无有。没有人要收割，因为捆起来不够一把。恶人如草，在无土壤的地方根本长不出来，更不必谈起收获，所以其光景乃是迅速发达，也是迅速的灭亡。收割不够一把，捆合的也不满怀，就是空空如也的意思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东西让你的手够抓一把，也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你的怀。它是虚空的虚空，没有任何的成就，也没有任何的实现，一切都归于土壤。过路的也不说，愿耶和华所施的福归于你们。依然照着犹太人的习俗，当收割，凡是从田里经过的人，见到收割的人，必须向他们祝贺，说，愿耶和华所施的福归于你们。在路德记这故事之中描写，当波阿斯来到他的田里的时候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就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。若说成不好，就没有人就这样说了，祝福了。如以色列的仇敌像房顶上的草，无人收割，同时对他们也没有祝福，只有诅咒。总而言之，基督徒的蒙福虽然在受苦中必蒙神的带领，就是渐入佳境。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，也好像倒吃甘蔗一样，越吃滋味越甘甜，越久恩典越存活。诗人大卫从他的属灵的经验中写出来这个诗句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的。所以荣耀是从我们眼泪中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忍耐等候，苦难
终必成为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拯救我们，带我们胜过那些又大又难的挫折。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求你继续扶持我们，让我们懂得回转来归向你，离开恶行，离开恶道，回转来归向你，好叫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不要忘记要信靠你，成为一个生命可以丰收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神灵，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神灵。